呢條名叫聖安娜街，又有巴黎小東京之稱。佢位於巴黎市中心嘅第一同埋第二區交界。如果由羅浮宮行去巴黎歌劇院，咁聖安娜街就係必經之路啦。你都可以搭地鐵去到金字塔站，之後大約行5分鐘就到噶啦。喺呢度可以揾到各式各樣地道嘅日本餐廳、時裝店、麵包店、雜貨鋪同埋書局。首先帶大家嚟到第一站，哇！你睇下已經有幾多人喺度排緊隊，條人龍排到去轉彎角。呢間鋪頭專係賣飯團同埋炸雞等等嘅輕食，只係做外賣，不設堂食。你睇下有幾多款俾大家揀，有三文魚、吞拿魚、雞肉、炸蝦同埋咖喱味等等嘅飯團。我哋買咗2個飯團同埋炸雞，加埋都只係11歐元，而且個賣相同埋味道都唔錯嘅喎。